头摆甲上尾摆，通常上界难忘，所以我会记得这味老沙目鱼，亲像我会记得当年鱼丸的滋味，也佮有伊摇手里的鱼丸，甲我生活去的模样同款。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新年头，旧年尾，咸菜亲像以前一寡老岁仔人讲的，是一个奇怪的关卡。因为伫短短10外天当中，竟然有几啊位长辈时代陆续离开，其中嘛有我初中时阵的音乐老师李泰祥先生。听听我说，请靠着我。看到天地岛顶迄几份福音，我常常想起阮岛上。甲遐食到75至80几岁的长辈时代比起来，岛上走了哪像较早小看。伊62岁过往，拄好是我即阵的年岁，而且比较这个长辈时代的囡仔替因写的人生经历，岛上的一生哪像加足了少空虚。会记起伊过身的时，本正我嘛想要甲别人同款，替伊写一段生平记事。毋过，就是伫迄个时阵，我才发现家己甲岛上哪像一点仔都无熟，因为伊从来捌主动对阮讲起伊的人生经历。啊，那阮敢若嘛从来都毋捌甲问过。这哪像是真济顶一代的父母甲囝儿之间永远的遗憾，因为因敢若拢无啥惯势，嘛毋知要安怎做，甚至无论言语也是行为，
拢歹势甲囡仔伤亲密。凡事都是因为安尼，我甲阮小弟小妹便也讲起和岛上相关的印象，哪像拢是个人的经验，罕有大家拢在场的共同记忆。而且奇怪的是，多数拢甲这有关系。有一摆，岛上带我去九份仔看电影，食果子食甲足喙大的。岛上就伫店仔买一罐蓝姆的互我，迄是我头摆啉呢。我会记得有一摆，岛上带我去隔壁装红请，转来的时阵，我讲巴肚痛，行袂叮当，结果互岛上爱转来。迄摆我耳仔发炎，岛上无钱带我去予医生看，颠倒带我去面摊食一碗足青草的杂菜面，迄碗面的滋味，到今我还会记。不过，慢慢哪像嘛拢明白，伫迄个散车的年代，一个袂晓表达感情的老爸，会使互伊的囡仔感受到，并且记伫心内少数的关心甲爱的证据，该当是上简单、上直接、甲这有关系的记忆啦。母啊，我会记伫岛上，捌带咱坐火车转去家己阿公遐。到火车头的时阵，有一个人驶一台发财车来载咱，对无？迄个人是恁岛上的阿叔啊，你哪会知？我会记得自足细汉就开始啊，阮阿母枵伫个时，几落摆甲伊纠正我脑海中一寡因过留落来影像的时，伊总是会点出毋敢相信的表情。讲，哪有可能？你迄时阵才偌大汉？亲像我对阮岛上上早的记忆，是一个哪像穿军服，嘛哪像穿学生制服的人，徛伫门口。伊的脚正后是热人尾仔仔的日头光，还佫有远远黄昏的山岭。去吗？要食无？迄个人拍开便当盒啊，用伫签一粒白色的丸啊，伫手里摇咧摇咧，甲我声挖去。爱食。要食哟！啊，喙开开。我夹一喙丸啊，感觉足好食。遐大喙哦！食完了后，好食吼！爱食。你搁食？迄个人哪笑，那个对便当内面签另外一粒起来。来，遮搁有一粒无？两粒丸仔食散了后，要食。无啊啦，两粒拢互你食了啊啦。哦，无通食就用好的哦。可能是感觉无过瘾，我就哭啊。毋过迄个人原在咧笑。这秘书是咧迷茫的画面。我嘛捌问过阮阿母，会记即伊共款无法度相信，讲哪有可能？你迄阵较细汉，要哪会记哩？迄时阵我才3岁外，阮岛上农约25、6岁啊，政府调集这批日本时代出世。当时已经超过做兵年龄的人进行国民兵训练。逐工透早，岛上便当炸咧，
搬过山去九份国小报道受训。食中昼的时，一阵受训的人会去菜市仔的面搭叫一碗汤配便当。桌上通常敢若啉汤，甲鱼丸留伫便当盒仔内面，炸转来互伊的后生。金妈，要食无？鱼丸啊哦！拜呀拜呀。后来捌伫桌上留落来无几张的相片内面，看到一张面顶写“瑞丰地区国民兵训练结业纪念”，内面一个人派穿至尊行帽，穿甲我记忆当中迄个游戏员的人同款的制服，拢咧对镜头笑。只不过看到这张相片的时，顶面过来的人的头壳顶拢有徛一个细细无共色的册仔做记号。桌上，这个人头壳顶的记号是啥物意思？会记这当时才40通回桌上，讲已经过身的人啦。过身啊？毋是甲你差不多白一岁尔，安怎死的？伊还会记起遐个人的名，也佫有因过身的原因。一个炭坑爆炸死的，一个着肺病死去的，搁一个家己自杀啦。我无问的是，这个人当时是毋是嘛和伊共款，汤啉啉咧，甲鱼丸仔炸转去互因的囡仔。阮兄弟姊妹总共5个人，上细汉的小妹出世迄年，有一个大风台扫过北部，整连足侪厝拢倒去啊！去了了啊！无头路就咧害啊！即摆连厝都倒去，真是无米阁拄着润过。看要安怎我哦？这个所在真正无要互人活，佮浸落去死路一条啦！唉，我叫阮人看破啦，厝莫佮修理啊，放互去，来去别位定徛起，才是头路啦。当时矿业已经歹一大阵啊。足侪人已经失业无地讨趁，但即马连厝都无去的人，拢嘛切心啊，归去放互去，离开这个已经无搁再繁华的庄头，去外面趁食较实在。嘛毋知是幸也不幸，迄摆阮兜敢若沿东港去互倒去，无啥碍着。阮桌上虽无嘛失业一段时间，毋过尾啊有找到一个杀矿车的工课，所以无伫迄波大家相争搬厝的风影当中离开。一个原本咧乌金仔的师傅，落撇甲变成一个敢若靠气力。完全用不着专业技术的矿车工，迄种虚微甲郁卒，我拢都爱等到足久以后，才有才着体会。毋过，迄个时阵，只是感觉桌上变甲足掂，甚至足好起性地。金啊，要创啥？你去甲我买我乌糖和面线转来。逐日收工了后，食暗顿进前，伊总是叫阮去柑仔店烧一罐乌糖甲面线，刷入去点点坐伫门口。等阮甲乌糖甲面线敲好了后，伊就家己一个大喙一直推，
也毋管厝内囡仔伫边仔目睭哪看，喙哪拉流。迄时我已经大汉啦，见摆去柑仔店写物件的时阵，心内总是会想讲：哼，厝人都遮散啊，你要搁欠笑一遐好？当然，同款嘛是足久以后才知影，迄是一个人伫气力用尽了后，补充卡路里上紧的方式。嘛才知影为什么伊面线食煞了后，目头才会放亮，才会用较软的声哨甲阮讲话。会记只有一个礼拜日，迄个卖猪肉的。无定无迟，甲蛋打来阮兜门骹口。你要创啥？恁阿兄有伫厝无？甲叫一个。阿兄，有人要找你。啥要找我？卖猪肉的。找我要创啥？卖猪肉的对蛋内面挂一块三层出来。阮也无买猪肉。恁桌上买的啦。蛋，赶去。哦，你甲猪肉切做一块一块，用豆油卤咧，中昼缀便当摕去摊空口，会晓袂？这肉是买，也是写的。大人的代志，囡仔人莫问啦。我当然知影，百面是写的。迄天，我除了照饭具，甲肉切的落去卤以外，我原来心肝掠摊怀，偷偷捞一扎起来，甲切到足薄，项肉做伙卤好熟了后，嘛捞几片互伫山石仔场做杂车工的阿母。有够好食的，足好食的。迄当时，我心内是安尼想。嘛袂使拢干那你一个人咧食好料诶。中昼看到道上骹步无三在，咧塞一台废石仔贴甲甜甜的空车出空。伊一个看到我，就凶狂甲空车停落来，刷入去袂输已经几落工无食饭共款，手无洗，就拍开底肉的便当盒啊。甲肉汁淋伫便当内面的清饭顶面，刷倒来三喙做两喙，一直扒饭。伊举伫的手拢割着头，凡说是刹车力出伤大，规只手一直颤，目睭看对远远的所在，无啥表情，敢若喙一直步。过一步，才雄雄敢若想到啥，倒上头滑过来看我，佮硬一块肉拄互我，讲：恁嘛足久无食到油草啊吼！我喙干肉，鼻头酸起来，佮听到倒上讲：剩的早当伊分小弟小妹食。刷入去，伊继续大喙扒饭，毋知影伊的后生。当伫脚脚后，你甲看伊做事穿的衫面顶有涂甲汗水淋做伙的痕迹，也佮有伊迄支犹阁咧拽的手。桌上食老的时，其实一点仔嘛无算老啦。除了空工的职业病、山鱼以外，还佫有糖尿病，常在伫病院出入。山鱼会喘，足食体力，
通常需要补充卡路里较悬的食物，偏偏糖尿病患者爱控制饮食，所以一定定为着三顿，什么会使食，什么袂使食，甲阮阿母咧袂拄好。有一摆，伊个大院，我去甲阿母交接班甲顾，暗顿送来时，伊敢若影一个，就甲杀去边啊，讲腹肚搁较枵，敢若看到遮个物件就饱。啊无，你即马较想要食啥？伊点点一步久，才小可歹势，细声讲：会使配饭的就好啦，亲像迄种用豆油卤甲烂烂、咸咸的三层。迄暗转去，我甲做护士的太太参详。桌上讲想要食卤甲咸咸、烂烂的三层肉，敢会使的？三层肉伤油啦，那鱼啊，原说阁会使的。鱼啊？对啊，鱼肉较袂像三层遐油，较好代谢。安尼好，明仔载我才卤寡鱼肉来互伊食。过顿工，我去买一尾岛上上爱食的沙目鱼，切做地了后，用葱仔、姜甲豆油卤卤咧炸去便宜。到了中昼食饭时间，桌上，我今仔日甲你传好料的来啊。迄啥？卤沙目鱼。哦，这味好，这味好。我甲病床边仔的卡垫拖起来。较袂互护士看到，互相眼约。所入去，我坐踮床边，看桌上大喙白饭配遐的鱼肉，看到伊举伫的手小可咧喘，亲像迄当时伫炭坑口安尼。恁嘛足久无食着油草啊吼，剩的早当去分小弟小妹食。只不过，即摆伊无甲我讲，剩的早当去问小弟小妹食，颠倒是讲，剩的甲我收好，毋通互护士小姐看到，会暗我阁会使食。迄个时阵，我毋知影，迄就是我这世人煮互岛上食的上尾一项菜。头摆甲上尾摆，通常上界人忘，所以我会记得这味卤沙目鱼，亲像我会记得当年鱼丸的滋味，也阁有伊摇手里的鱼丸，甲我生活去的模样同款。去吗？要食无？会食。要食哟？啊，呀大嘴哦！
今仔日的广播剧《戏员甲沙漠戏员》是由吴念真原作，大江师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 Kim、陈怡如演出，两回阿 Kim、罗浩伟演出，大汉的阿 Kim、林玉林演出，阿 Kim 的小弟魏宗仁演出，阿 Kim 的小妹何伟玲演出，阿母吴家丁演出，道上魏宗仁演出。中年的道上，齐地刚演出；妈大培双演出；姊妈任成英演出；姨仔张玉文演出；小弟苏信武演出；小妹林玉芬演出；阿 Kim 的太太郭基玲演出；卖猪肉的头家林玉林演出。讲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高静芬，图念彭燕婷。戏员加沙漠戏员，高静芬。故事中钱光出现的第一个实物是戏员。迄是伫作者懵懂无知的年纪，甜蜜的记忆。迄是阿爸头一摆做人的老爸，肩胛头顶的担头应该无遐尼重，所以会甘得买一碗袂当止枵的鱼丸汤，随后要是毋甘食。故事中出现的第二个食物是乌糖面线。厝内底有5个囡仔，阿爸的一物对采矿的师傅变做矿车工。写来的乌糖面线会当食粗饱，补充体力，毋过一直拢干焦伊一个人享用。第三个食物出现伫阿爸要过往进前，作者就用阿爸卖3잔肉，改做同款充满2倍一个沙漠鱼。自第三个食物的来源，会当看到阿爸的一生。鱼圆、买的乌糖面线、写的沙漠鱼、讨的。随阮儿行入阿爸少年时的车影。中年落济，食了需要我靠别人的过程。毋管是笑车饲囡仔食鱼丸，经济有困难的时阵，感觉家己对不起囡仔，所以加一张面食乌糖面线。食老的时，假设为家庭的守护者，变做需要我靠别人的人。真必须的，教囡仔讨物件食，一摆搁一摆，拢是阿爸无共款亲切的面目啊！阿爸对食物的态度，分别是留互囡仔食，家己食，留落来家己食。咱嘛看到少年时的阿爸，需要饲贵口罩的阿爸。食了想要好好啊活的阿爸，三种食物，甲阿爸一生牵做伙，嘛记录小人物的平凡的伟大。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甲伊做伙，เรา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咱们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
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好，今仔日真欢喜邀请两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咱的台语教室哈。第一位是咱台文系王祖和，祖和你好。大家好，我是祖和。再来是咱法律系辛静英，静英你好。大家好，我是静英。好，今仔日来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芳慧，芳慧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好，感谢芳慧老师透过网络连线现场甲咱指导。另外，还有两位台语老师提供翻译的参考，一位是台湾广册学会前理事长萧凌春老师，另外一位是台湾基视面计划发起人吴希美老师。上日是咱共款对今仔日的广播剧。戏员甲沙漠戏员，咱竞出5个华语题目，互咱两位同学也有空中好朋友来思考，台语安怎讲较好势。好，所以咱就来进行第一个题目。比起这些长辈的孩子们帮他们写下的生命经历，父亲的一生似乎显得贫乏、空虚。比起这些长辈的孩子们帮他们写下的生命经历，父亲的一生似乎显得贫乏、空虚。听讨论，是大人的，来，干哪？比起这个是大人的囡仔帮因写的人生故事，阿爸的一生敢若搁较朴实空虚。你要讲朴实哈，朴实空虚安尼哈。好，请洪伟老师指导。拄则咱讲朴实是啥物？贫乏空虚。用着朴实。你朴实是要讲对一个贫乏，伊要讲贫乏。安尼意思无共款呢。毋过即句吼，我咧看，我嘛有淡薄仔无甲确定迄个意思啦吼。我先甲我目前翻咧讲者吼，我是翻讲。甲遮个长辈的囡仔，替因写的生命经历比起来，阿爸一生敢若真空虚，无啥通讲的。我毋知影讲，但是我毋知影安尼。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我毋对。是这个意思哟。嘿，对。啥物叫做？我无解清楚的是讲，啥物叫做长辈囡仔替因写的生命？遐个人过往啊，过往了是说帮因写的，个别是咧讲的遐个话啦，嘿。那安尼应该是个人历历哦。好，个人的。个人就是讲咱一般伫个人，特色有无？是，有无？嘿。安尼迄个生命经历应该较属伫个人历历啦。个人历历。就是一般伫咧迄个个别小迄个，有无？地铁啊，还是讲是迄个有诶做一个手册啊，写即个过身诶人诶一生有无？是，迄个帮吼，咱翻做台语就莫用帮啦，就是替因写，是甲因写安尼，嘿，毋是帮因写，是替伊写，甲伊写，这是因为帮啥物货，迄是迄个华语的讲法啦。好，感谢洪伟老师的说明。所以今仔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萧凌春老师。比这个长辈的囡仔，帮因写落来生命经历，老爸一生。哪像清楚表露出贫寒、空虚。好，再来是吴希美老师。这个是大人，若甲因的囡仔比拼，阮这个囡仔哪像人生经验是加真丰富。阿爸颠倒规世人空空。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啊哈。好，所以去第二个题目。逆光站在门口，逆光站在门口。逆光。逆光的话，那个光是面向光的面向，对，另外一头，光的另外一边，光面向诶，面向，光的另外一头，徛伫门口，还是讲徛伫门口面向？
徛伫门口面向光的另外一头。徛伫门口面向光的另外一头。好，请洪伟老师指导。好，就是有一个词啦，吼，你讲治水啦。治水是溺水。起来用治光。所以讲治光徛伫门喙。若是风，就是逆风，就是治风对吧？治风、治水、治光哈。好，感谢洪伟老师的说明。上日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来听萧凌春老师。青光徛伫门口。好，萧老师是讲青光哈，甲治光应该同意思。好，继续来听黑米老师的讲法。阿爸徛伫门骹口，日头光为伊的脚趾后照过来。好，为脚趾后照过来，另外一种无同的讲法。选入去第三个题目。用筷子戳起一颗白色的丸子，摇晃着引诱我走向它。用筷子戳起一颗白色的丸子，摇晃着引诱我走向它。要讨论。这个丸啊，摇来摇去，甲伊摇来摇去。用箸甲一粒白色丸仔嵌起来，摇诶甲伊摇，叫我行向伊。好，请洪伟老师指导。我就是讲用箸吐一粒白色的丸仔，害咧，啥我惊我伊。嵌嘛是会使哦，嵌哈用箸嵌。使。好，感谢洪伟老师哈，咱来听看卖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萧凌春老师用箸拄起一粒白色的丸仔，害咧，啥我惊我伊。好，过来吴黑米老师，伊举一支箸，甲一粒白色的丸仔嵌起来，手害来害去，要甲我射过。好，互各位做参考哈。选入去第四个题目。看着父亲蹒跚地推着装满废石的矿车出坑。看着父亲蹒跚地推着装满废石的矿车出坑。看到老爸蹒跚，行袂先把推着那边上了废石。看到老爸杀着装满废石头的矿车出坑，敢行袂稳的模样安尼。好，请洪伟老师指导。好，这应该上主要就是爱避免迄个动词加着来代表当地做啥物动词动作哈，这个是爱注意的语法问题。我即摆是反讲，看阿爸真正力的款杀开的废石的拖炭车行出炭坑。你要表达讲当地杀来讲，安尼你就爱讲当地杀，还是就是啥物货安尼就好啊，毋是讲杀掉啥物货，迄个语法问题要注意。若头前讲看到老爸无要紧啊，即个看到就 OK 哈，看到老爸。是看到，那你若是要表达看到的意思，当然是 OK，但是你若要表达看着就无 OK。就看就好啊，看老爸。好，感谢洪伟老师的说明，上日来听萧凌春老师的讲法。看到老爸脚步偏来偏去，塞到底甲甜甜的废石的矿车出坑。好，过来是黑米老师的讲法。看到阿爸甲炭车为炭坑内塞出来，车里迄废石仔是底甲甜甜。阿爸咧塞的时，行路平咧，无啥会知。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选入去上尾一个题目。看着他把工作服上泥巴和汗水交织而成的斑驳痕迹。看着他把工作服上泥巴和汗水交织而成的斑驳痕迹。好，这句要安怎讲较好势？大家想看卖咧。看到伊工作服顶悬，落汗麦甲汗掺入火，一块一块混，
参做伙一个一个分，好，请洪伟老师记得。分用一个一个较奇怪淡薄啊。那迄个我会较考虑一打一打，还是一只一只，一打一打，一只一只。工作服、工作衫是拢有人讲啦，即摆有拄仔咧讲诶，讲迄敢是所谓诶劳工霾啦，所以这样劳工霾嘛小可怪怪。我较倾向涂霾，还是讲若无够刷就涂霾啦。有诶是会当讲涂刷，可能若有刷参做伙，若无就涂霾。所以我反讲看伊工作衫顶涂霾甲换人参一搭一搭会掠。我是安尼看。好，感谢洪伟老师。所以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来听小林春老师。看到伊工过衫顶面的涂霾，甲汗水透染做色彩无纯的分野。好，过来是吴希美老师。看到伊迄领做工仔衫，顶面有足侪分野，若毋是倒着落高霾，就是流汗了后流落来。好，无啥共款的讲法，互咱空中好友甲同学做参考。所以，时间交互洪辉老师，针对今仔日两位同学的表现，甲咱做一个讲评。也就是会建议搁小可注意语法的问题。有一寡像拄仔讲的帮什么货啊，还是讲动词加掉啦，就迄个意思到底是啥？可能爱甲华语的部分爱分别一下安尼。以上。好。感谢洪辉老师，感谢两位同学挑战成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底演阿母的吴嘉宾，我是演汉庭的徐志刚。今日的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嘛会使写文件，甲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相送，欢迎你做伙来到老家。请上詹文溪电台详细了解。一摆倒送带我去九份仔看电影，食鸡翅食甲足脆呆。倒送搁伫店仔买一罐拉姆内互我，迄是我头摆啉的，伤紧来对无？歹势。家己念，家己确实伤紧。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监制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小林村、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配乐。详细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还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老山高丽足五鸟》，还有《头家归乡》，欢迎准时收听。
买只叶喙开，迄个敢若是，迄个敢若是，迄毋是叫伊甲嘴巴张开吗？而且是摕物件，我知啊。毋过我惊我气着个气你啊！我爱一间，我先读册人一声。好。我无呀，不要拢丑陋。听吗？安尼在白饭，你在用一下。我等一下录。好，你这样录。安尼我为